耶利米亞書17第7節讓講到，依靠主耶穌嘅人，希望並隨上帝嘅人，這個最得福嘅人，虔誠嘅，這個嘅信心對嘅，上帝能夠降下嘅力量在這個嘅生活中，就這個天下嘅力量降下本這個嘅心中的，我相信世間的馬嘅生死擾亂這個，問題擾亂這個，颱風前擾亂這個，人嘅違法擾亂這個，佢唔係乜這個信心弱，切上帝嘅法，這個係虔誠，這個唔使世間的黑道。咩唐人嘅法，這個得到生，家嘅生命中，這個嘅生活中，天下都係在上帝嘅法語。上帝嘅法語講，這個得福就係得福，嘛今日這個嘅義空，係天下係聽上帝嘅法語。咁唔好聽嘅法，這個係병害；一收回來嘅法，咪這個肉嘅，這個係병害。上帝嘅法從嘅法語來嘅，這個係雜門。這個係信心係虔誠落去，這個能夠過日子得勝嘅路。